個車友問我呢度點改，嗰度點改，今次就揾架原裝接車返嚟，由頭到尾改一次俾大家睇。呢架接車呢，用嘅配件同大行啊、風行啊、K3呢類接車呢，基本上係一樣㗎，可以參考。裝拆方法同工具都係相同㗎。睇下有啲咩先。輕嘅腳撐啦，橫把嘅固定快拆扣、波腳碌仔、扭牙 BB 都要電動式。座桿嘅扣啦，把塞、橫把嘅固定環、剎車把手、車輪固定嘅戒指、電動式嘅單車鏈、閃冰冰嘅把、海綿嘅手筒，仲有前叉上管嘅固定螺絲輕量化嘅彩色嘅 V 夾，仲有中空柄一套，大致上就係呢啲啦。開始拆嘢先。舊嘅橫把呢係50cm 嘅，新買電動式呢就冇50cm規格，得54cm。唯有自己鋸短佢啦，先記得每邊要短2cm。再用呢個工具固定嘅位置，再出動密齒鋸，話咁快就鋸完啦。再磨佢滑啲，搞掂，靚晒。換咗呢個快拆扣，記得唔好漏呢塊銅片啊！搞掂，跟住要處理剎把同埋指盤。原裝呢都係用呢啲普通鋼線嘅，今次換上比較順滑嘅石墨線芯。左邊嘅係剎車線芯，呢一款呢有2個線頭嘅，上邊圓啲嘅呢係公路車手變用嘅線頭。下邊係山地車剎把用㗎，所以陣間呢要剪走公路車嗰邊，而邊速線芯呢就冇分山地公路嘅。拆出線先，再將呢個線芯拉出，先將個波位呢校到最小嘅飛輪，打開個出口。唔同品牌嘅指盤呢設計都有啲唔同㗎。推出呢個線芯，插入呢個新嘅線芯。要確保呢線頭準確卡好喺裏邊嘅扣。手筒呢可能好絕好難裝㗎，擦
少少鹼液落去潤滑下咯。固定佢哋嘅位置，差啲漏咗呢個行位環啊！裝咗佢呢，就算鬆開呢個快刷呢，個把都唔會兩邊走嘅。仲有釘釘啦，左邊嘅剎把啦，手筒啦，把實啦。調整好左右兩邊嘅剎把水平，拆走剎車線，原裝嘅線管呢，略嫌做得太長啦，稍為剪短佢1寸。左邊第一條呢係變速線管嚟㗎，比較幼啲嘅，4.5mm 直徑；右邊係剎車線管，粗5mm直徑㗎，所以要配返相對嘅線模。先裝變速，裝之前呢可以沾少少潤滑油㗎。線尾呢，稍後先處理，再裝埋剎車線芯，有時剪完嘅線管呢個入口會窄咗㗎，所以要撩返開佢。而呢個剎把嘅指距呢係可以調整㗎，將調整螺絲收入去呢，剎把就會貼近啲手筒，啱手指短嘅人用嘅。車頭部分呢就完成啦。唔少車友呢仲會改埋頭柱啦、headset 啦同埋前叉。先鬆開固定螺絲，拆走叉頂呢粒大螺絲。拆走頭柱，拆走 headset 蓋同埋戒指，可以見到呢上下都有2粒啤令㗎。拆走就會見到 headset 嘅底杯。如果連個杯都要換呢，就唯有剝佢出嚟啦。換咗叉之後呢，裝返好個 headset，裝返好頭柱，唔好漏咗呢隻銅戒指。裝之前呢，落啲黃油啊，以免日子耐咗呢會膨脹卡死咗。呢個時候呢，就要出動磅尺啦。呢個位置呢，就唔使太緊嘅，太緊係會夾死咗 headset，令到轉向唔暢順。2至3個 Newton meter 已經足夠啦。打開頭柱 ，set 返好個中位，收緊呢粒固定螺絲。如果係單顆大螺絲呢，最好可以扭到8至10個 Newton meter 㗎。
有啲雙螺絲呢，就5至6個 Nm 都夠嘅。先拆開固定螺絲，記得拆走煞車膠，要記清楚螺絲同戒指嘅位置啊，因為呢幾粒戒指呢係弧形㗎。因為煞車嘅時候呢，煞車膠同車轆係會有唔同嘅角度㗎，所以戒指係有弧形去遷就返。留意呢個位置呢，有口釘㗎。對應返煞車嘅安裝位置呢，有3個窿㗎，用嚟調整彈弓嘅彈力㗎。不過通常我都係裝中間嗰個就算啦。呢粒螺絲呢，有人會落螺絲膠，有人就落油，我就習慣落油嘅，是但啦。裝好條煞車威也，調整返煞車膠個位置，固定嘅煞車膠。小心裝太高啦，會磨爛個車胎；裝太低呢，又會磨花個框㗎。最好啱啱落喺煞車框嘅範圍裏邊。調整煞車左右平衡，可以見到呢右邊嘅彈力太高，引致另一邊呢就拉唔喐。將細力啲嗰邊嘅呢粒螺絲收入去呢，可以增加彈簧嘅彈力㗎。同時可以將大力啲嗰邊呢粒螺絲放鬆少少，而家好一啲，再微調下。而家就好似好平衡啦。記得剪走多餘嘅線，同埋裝返線面好。裝上尾轆嘅固定螺絲同螺絲帽。OK。另一邊呢，順手笠埋個生鐵嘅腳撐，落啲油同埋新嘅輕量腳撐呢一齊裝上去。OK， 頭碌根係快拆嚟㗎，裝唔到螺絲㗎喎。咁啊，換一支輕量化嘅鈦合金慢拆咯。不過有冇電鍍彩色？拆走原裝嘅座桿扣，
要鬆開呢粒2mm 嘅螺絲，再用膠錘慢慢剝佢出嚟，裝上新扣，再慢慢剝入去。扣有唔同嘅直徑啊，例如 K3啊、412啊，都係用411mm，亦都有啲車款用40mm㗎，買嘅時候要留意啦。OK， 座位方面呢，因為唔同嘅車款呢，座桿結構都有唔同㗎。例如呢款呢，只需要鬆開呢2粒螺絲就 OK 啦。一般3速、5速、9速嘅小摺車呢，用9速鏈都 OK 㗎啦。如果原裝鏈冇配備呢個快拆扣呢，就要用打鏈器去截短。扭緊把手呢，將撞針推出去呢，鏈芯就會被推出去。今次呢架車呢，有跟快拆扣嚟㗎，所以呢，就用快拆扣嘅工具。輕易呢就可以拆開啦。之後裝2個彩色嘅轆仔，拆開隻波腳先，拆咗原裝嘅轆仔出嚟。原裝嘅轆仔呢，用杯士嘅，冇啤領嘅，順滑度比較低。唔同品牌嘅波腳轆仔螺絲呢，都唔同直徑㗎，所以轆仔呢係會跟一個配套，用返唔同嘅配筒先好裝螺絲。再裝好波腳，而家要拆走原裝車常用嘅方心餅。換咗呢隻中空餅，所謂中空餅呢，就係軸心中空，重量會大減㗎。先用呢個15mm嘅扳手呢拆走腳踏先，亦都有好多腳踏呢用內六角去拆走㗎。拆走呢粒固定螺絲，通常都係8mm嘅內六角。不過隻餅呢都係牢固不動啊，喐都唔喐。呢個時候呢，就要用拆除方心餅嘅工具，將呢部分扭上去大餅度先，然後呢，將個撞心裝入去，可以用士巴拿或者呢隻專用嘅扳手，將個撞心扭入去，要出力先扭得入㗎。裝得非常實啦，真係出盡全身嘅力都扭唔喐。扭到一身汗，終於拆得出啦！見到呢個方心 BB， 插埋另一邊，插埋個方心中軸 BB， 可以用呢個工具配士巴拿或者磅尺。或者呢款一體式嘅工具，車身右邊有大嘅餅嗰邊呢係液瓦嘅，
即係同普通螺絲嘅方向相反，順時針轉係拆嘅。VP 嘅方心中軸都成15蚊㗎，而且係用啤領，都算順㗎。不過重量就真係好高。左邊車身係順牙，拆除係逆時針㗎。呢一款外掛中軸有好多唔同嘅別名，有分左右，唔好搞錯啊！裝之前呢，落返啲油，左邊車身呢係順時針扭入去㗎。最後用呢種中軸工具扭實。呢啲戒指呢係俾中軸比較長嘅中空餅用嘅。我今次呢隻餅呢就唔使用。個防水筒對呢啲車仔嚟講呢都冇乜作用㗎啦，就埋佢。右邊車身呢係逆時針扭入㗎，再用工具扭緊。呢隻中空餅呢係41T 小童用嘅，軸心嘅直徑嘅呢係24mm。唔同牌子嘅中空餅呢，軸心直徑同長度都唔同㗎，要小心搭配 BB。兩邊摩擦到嘅位呢，少少油。OK。裝埋另一邊，要小心裝啱方向。呢粒固定嘅乳壓螺絲呢，就唔使上好緊嘅。啱啱手感夠緊就 OK 啦，太緊呢會夾死中軸㗎，順暢度就會大減。而家呢就好似緊咗啲，鬆返少少再嚟過。而家呢就好好多啦。呢兩粒固定螺絲呢，就要用磅尺上嘅，力度呢隻隻餅都唔同嘅。今次呢隻餅呢，兩粒螺絲比較幼，7個 Nm 應該都夠啦。常見嘅 Shimano 餅呢，兩粒螺絲要去到12至14個 Nm， 用單粒大螺絲嘅 SRAM 呢，要超過30嘅。每粒螺絲呢，都要兩邊反覆扭緊，力度要平衡。OK。而家裝新嘅車鏈，新鏈呢係有根快拆扣嚟㗎。裝上車，小心穿過波腳嘅位置。最後呢，鏈都係太長啦，要切返短啲。長度嘅要求呢，就係喺最少飛輪嘅位置嗰陣時呢，鏈條呢都要輕輕拉動隻波腳。而家條鏈略嫌佢太鬆啦。呢個位置啱啱好，後邊嘅車鏈又冇揩到碌仔，鏈條又啱啱有張力。記住呢個位置，用打鏈器去切短佢。鏈芯呢已經被推走啦，就會鬆開㗎啦。兩邊呢裝上快拆扣，
件暫時唔使裝上頂啦，晾住喺 BB 上面先，扣好快扣。快扣工具裝緊佢，啪一聲就 OK 啦。再將條鏈裝上大餅度，OK。穿好嘅線芯。確保嘅指盤呢，調到最少飛輪嘅位置，要確定最少飛輪同多個轆仔成一個直線，可以調整呢粒上下螺絲呢，去調整個位置㗎。然後一手拉緊線芯，一手就裝緊粒螺絲，要盡力去拉緊啊，否則將來唔夠呢，係會影響轉波㗎。裝好嘅線尾帽，試下轉波順唔順先。OK， 線芯威喇，用耐咗係會拉長㗎，轉波就會唔順。逆時針轉動呢個指撥嘅微調，加強個張力，轉波就會順返嘅啦。今次呢就冇改裝腳踏，個腳踏應該唔使教啦。大功告成，睇下成品先。全車都電鍍彩色，真係型到爆。今次嘅片段呢就嚟到呢度啦。有問題歡迎留言，我會盡量解答㗎。多謝收睇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啊！